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竹的竹北甲台北的信义区出现着路面崩塌的情形了后，即摆就参新北市的邦桥嘛出现同款的状况。昨暝10点外，邦桥文化路2段一张起厝的工地头前的路面斜落。尽管认定讲，就是甲边仔这个新起的工地有关联，但是目前也是找袂出原因。新北市工务局已经命令工地要来停工，要调查原因。警消人员一个接到消息，第一时间就到现场有封锁线，车路又搁落落，相关单位派怪手来，想要找原因。确定讲，不是因为地下管线造成的。这个地点伫新北市的邦桥区，在地人伫昨暝发现讲，路面塌落未输油楼啊，惊一个赶紧通报。最主要是怕漏水的问题，可是自来水并没有相关的一个渗漏的一个现象。基于民众通勤的需要，所以我们就将这个路面做相关的回填。边啊，7层楼高的工地正咧拍地基，拄开始是怀疑讲因为水管化气，但过事后发现讲无漏水情形，但过路面又然出现一公尺4方10公分深的坑，就监管发生危险，所以讲警戒范围有4公尺4方。本来拍算115年完工的大楼，即马都要强制停工啊。调阅相关的之前的降水计划啊，更了解工地这边有没有按照那个计划去做一个执行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相关的单位透明的赶工，真紧就将这个路面恢复到较早的模样，车拢会过啊。因为他们之前在这边有很多事，我们就觉得那边地基有正烂。虽讲这摆代志无造成人员的伤亡，不过在地人依然有淡薄仔顾虑。目前新北工务局会先调查工地建案的营建报告书，幸福在地人一个安全的居住空间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